阮将今仔日所有的敬拜，甲祈祷会时间交托伫你的手，安尼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。阿门。咱做伙来用这首诗歌来做咱今仔日的开始，永远听你。咱知影主耶稣是永远听咱的主，不管咱是好也是歹，伊永远拢是听咱。你是我心所仰慕，你是我心所爱，你我心来到只有你，是我所爱我主。时常爱伫伊面前来学乐，咱来用诗篇63篇第1节到第4节来学乐咱的名，学乐主的名，咱做伙开嘴来读。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趁早要找你，伫空旷困苦无水的地，我的心喙焦少念你，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，我捌安尼伫圣所调起你，为着爱你的权能甲你的荣光。所以你的慈爱比生命较好，我的嘴唇要学落你，我咬我的舌要安尼学落你，我要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，所以邀请兄弟姊妹举起你祈祷的手，用学落。咱知影咱上帝的名有足侪当学落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耶和华是我的主，耶和华是啥物？伫你的心内，耶和华上帝是啥物？咱做伙开嘴来学落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阮学了你的名，你的名极其宝贵。主啊，你是阮的牧者，你是阮主爱天父。主啊，你是阮一切的供应者，你是疼阮的天父，你是永远看顾阮的天父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学了你的名无煞。主啊，主啊，你是阮所爱的主。主啊，你是阮生命上宝贵的主。哈利路亚！阮感谢你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阮将阮家己献伫你的面前。阮感谢你，阮学了你的名，你的名极其尊贵，极其宝贵，是你的名实在是无一项神所会当比的。主啊，是你唯一的真神，你是唯一的上帝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主，伊嘛是听咱祈祷的主，煞接咱要来为咱家己甲上帝有搁较国语讲紧密的属灵关系。来祈祷，嘛为着咱的家庭有喜乐平安，咱的工课、咱的经济丰盛，为这两项，为咱家己、为咱的家庭来祈祷。咱开嘴，做伙来开嘴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阮愿意甲你个较深的连结。主啊，为甲你连结，就是阮的恩典，是阮的福气。主啊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甲你会当三角连结，让阮的属灵生命搁较济来改变更新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伫阮的生命内面，因为甲主连结，有喜乐，有平安。主啊，你嘛守住每一个家庭，喜乐有平安，每一个家庭的经济各种的困难，拢得到帮助，得到头帮。愿上帝祝福故乡教会所有的家庭，愿咱的感恩祈祷拢会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所
抓接咱来为着教会中患病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PPT 弟弟呀，谢谢。咱第三项为家己祈祷，对，咱来为着为教会中患病也是拄着生活有困难的兄弟姊妹来献上祈祷。咱为着久久无来参加教会聚会的兄弟姊妹，也是因为信心失落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我相信咱的祈祷要真做因的帮助，咱做伙为第三点、第四点来做伙祈祷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愿求你祝福、赐福、医治病痛中教会中侪兄弟姊妹，伫阮的教会中有侪长辈伫病痛中，也是长期伫病痛中的，主啊，恳求你伸出医治的手、怜悯的手来扶持因遮的兄弟姊妹。主啊，因何等需要主你的同在。何等需要主的医治甲安慰，主啊，亲自来安慰因，帮助因，互因伫病痛中犹原无失去喜乐，伫病痛中犹原活靠主你的能力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我嘛将久久无来聚会兄弟姊妹献上祈祷，主啊，求你祝福因，互因火热的心、忠心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来参加聚会，来亲近你，来活靠你。愿主赐阮赐福，接纳所有的祈祷，愿咱来祈祷感恩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线接咱要来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，为着咱的牧者，咱来常常为着咱的牧者祈祷，互咱的牧者会当有健康的身体，有对上帝来的智慧甲能力来牧养咱的羊群。第二，为着咱的长职、区长、团契。也是咱的团队首长、小组长，为因来祈祷，互因有美好服侍，有熟练的恩膏，互因会当委身传福音合一的服侍伫咱的教会内面。特别第三项，为着咱教会50禧年献上感恩，感谢主带领咱的教会经过50年，求主赐福，特别咱伫8月初9所有50禧年当日。所有的活动，也是礼拜，也是培灵会，拢恭敬交托伫手。咱做伙开喙来为这三项祈祷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阮感谢你，阮感谢你，阮有3位牧者伫阮的教会内面来服侍阮。主啊，恳求你时常纪念因，互阮牧者伫软弱的时阵，互因有困难、恩膏，主属灵的智慧来带领羊群，祝福因健康的身体，互因会通去教会来拍拼。主啊，恳求你嘛，常常看顾阮教会长职、区长、团契的首长，互因有属灵的领导能力，互因奔走无野线，互因软弱的时阵，主啊，你刚强因的心，每一个小组长、每一个团契、每一个首长，拢是伫主你的保守内面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恳求祝福阮每一个。团队首长、小组长、主管，拢会当享受主你同在的能力和平安。主啊，阮也将阮教会50禧年献上祈祷。主啊，愿你的能力你的荣耀充满伫阮的教会。主，阮唯一的目光阮唯一所荣耀的就是你，阮所做的就是你。主啊，阮要将所有荣耀归伫你，感谢你，互阮的教会正行业50禧年。感谢你的恩典，恳求你常常看顾阮的教会，赐福给阮的教会。愿咱的感恩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来用咱教会常常咱的教会这个祝福的宣言，来为咱的教会祝福。咱做伙，你若要举手，愿你举手，嘛会当举手；若无，你要大声祈祷，拢嘛会使。好，咱做伙来祝福咱的教会。富强教会是永生上帝家，真理的调教，是活出听的健康教会，是积极传福音的教会，是信徒灵命丰盛的教会，是代代门徒培育的教会。阿门。所以为着台湾来祈祷，咱为着台湾来祈祷，为着咱国家的领导者、政府各部门有效力来执行每一项政策。
愿上帝祝福咱台湾伫国际地位、治安、徛起的平安、政治经济、司法，人的心的安稳，特别人的心的安稳真重要。咱为着咱台湾人有一个安稳的心，有一个听的心、良善的心伫内面祈祷。第三，搁较重要是为着台湾的百姓来归向真神。若是讲，咱的身躯的兄弟姊妹，也是咱的厝边，较侪人来明白上帝，是毋是真好？所以咱常常爱为着台湾的百姓来归向上帝来祈祷。咱做伙开喙为着这三项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恳求你祝福阮台湾这个土地，祝福阮的领导者、阮的执政者、阮的政府，因有智慧、有能力、有公义来管的国家，阮的国家行入平安，行入正义，行入有主你看顾的道路，无偏煞。特别阮的国家百姓会来归向你，一百姓毋捌你，主啊，你透放因，互因会当来认捌你。主啊，百姓会当认捌你，甚至阮国家的首长嘛来认捌你。主啊，将这个认捌你的祝福放伫阮的国家内面。主啊，你是阮的上帝，你是阮台湾的主，求你的听，你的能力，含捌伫台湾每一个土地，是主耶稣感谢你，你祝福阮台湾这个土地，祝福伫阮身躯边，甲毋捌你的人来认捌你。阮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名来求，阿们。最后，咱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献上祈祷，为谢牧师今仔日的分享来祈祷。为着咱家己会当谦卑领受教导来祈祷，为每一个服侍团队合一服侍，会当为着主日学，也是为着咱的查经班，有青少年的查经班，嘛阁有接受甲直接受的查经班，也是咱每一个伫点点咧服侍，委身伫每一个所在的兄弟姊妹，咱求主会能甲咱三甲弟弟合一的服侍伫咱的教会内面，咱做伙为这三项祈祷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感谢你，愿你祝福阮的谢牧师今仔日所分享的信息，会当互阮得到生命的帮助。主啊，互阮会当较谦卑来领受，互伊所传讲的是成做阮每一个人帮助。主啊，互阮生命中所有困难，阮的单单仰望你，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得到改变，得到调整。主啊，阮嘛祝福阮今仔日所每个团队拢有合一的服侍，谦卑的服侍伫内面，互阮的服侍拢成做芳芳的祭献，互你。阮啊，感恩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之名，阿门。咱请起立继续来敬拜。你是我心所引望，你是我心所爱，你我生命中只有你，是我所爱我主，我永远爱你。耶稣，我多爱你，紧紧爱你，我永远爱你，耶稣，多多爱你，我主，我永远爱你，耶稣。爱你，我永远爱你，耶稣，多多爱你，我主，多多爱你，我主。所教咱来吟圣诗250。
续来敬拜。因为咱的耶稣，咱的主是堪得敬拜、堪得阿乐的主。4首。